點樣可以減輕失眠嘅情況？即係好多時點解我哋會失眠係因為壓力大啦。咁壓力大就不外於即係可能逼自己去瞓覺。咁啊瞓覺越逼就越瞓唔到噶嘛。咁但係可能你會發現一個情況就係，當你去旅行嘅時候就冇咁容易失眠嘅，因為去旅行唔需要即係趕時間，或者唔需要限時限刻，需要逼自己我要幾多點瞓，幾點起身咁樣樣，壓力係相對比較低嘅。咁啊當然啦，即係減低壓力係其中一個方法，可以減輕失眠啦。講減壓力嘅坊間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書籍啊，或者各樣嘢都會講關於點樣減壓噶啦。咁我今日咧就唔係講關於減壓嘅，係講一啲可能大家未必會留意到一啲嘅方法。嗱，第一咧就係 weekend 嘅時候唔好補眠。因為我哋習慣，譬如話可能平時1至5朝頭早可能要5、6點起身翻工，咁啊去到星期六日咁啊希望可以瞓晏啲，晏啲起身啦咁。其實補眠係有一個唔好嘅效果，就係令到身體好似每個禮拜經歷一個短嘅 jet lag 咁樣。去旅行咁可能係要適應當地嗰個時差，翻到嚟嘅時候亦都要去調校翻自己身體嗰個嘅生理時鐘。補眠呢，就個情況就類似咁樣啦。每一次嘅 weekend 都係去咗一個短程嘅旅行咁。咁每次我哋調校時間嘅時候，都需要1個禮拜或者幾日嘅時間先至適應到噶嘛。咁所以當你每個禮拜都去響 weekend 補眠嘅時候，個情況就好似咁樣啦。每個禮拜身體都不停咁去 adjust 嗰個狀況。另外第二個呢，就係固定時間起身緊要過固定時間瞓覺。真理個時鐘咧係習慣我哋見到陽光，透過食早餐，讓到我哋身體知道啊，呢一個係朝頭早。點解固定時間起身緊要呢？就係因為當我哋人體起身之後，我哋大概需要14到16個鐘頭時間呢，身體先至會生產一個褪黑激素。咁所以如果你個時間越固定，咁你越能夠話俾身體聽，去到咁長嘅時候，佢就會自然產生嗰個叫做褪黑激素，令到你去有睡意啦。當褪黑激素越多嘅時候，你就會容易有睡意啊嘛。咁啊，去到引申落嚟，最後個方法就係有啲咩其他方法可以令到我哋身體會多啲褪黑激素呢？咁頭先講咗啦，譬如話戴眼罩啦，令到個房間黑啲啦，都可以幫助褪黑激素噶嘛。另外有一樣最簡單嘅方法呢，就係食酸車厘子。呢個酸車厘子呢，就唔係我哋普通平時喺超級市場買到嗰啲車厘子，但係酸啲咁樣樣。佢係另外一種品種，係酸車厘子。佢應該個正式學名叫做酸櫻桃。咁佢應該係偏細粒啲同埋偏淺色啲嘅。咁佢入邊呢係相對多褪黑激素啦，同埋花青素嘅。咁嗰樣嘢你食咗之後呢，會令到你去容易夜晚黑嘅時候會容易瞓覺。酸車厘子呢，通常都係愛嚟做果汁或者愛嚟做啲果乾嘅。因為酸車厘子好少有得咁樣賣，因為佢係即係相對酸咧，好少我哋咁樣好似當生果咁食嘅。